上局上新的说明，随本风台走啊，严格今仔日要受一寡所在是停班停课的。这个所在就包括高雄的六股、武林、桃园、南马社，也有宜兰的大东乡四季国小，也有四季国小的无安分班。伫台东的部分，台东是海端乡、离岛村、武乐村，也有初来国小、新武分校，今仔日拢是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课。另外，伫台东的太原国中、海端国中、都兰国中，也有台东的新公店、三民国小、信义国小、东河乡的北原国小、东河国小、太原国小，也有都兰国小。另外，伫海端乡的这部分是公园国小、鹿野的永安国小。水源国小，也有关山镇的电工国小，拢是因为这个学校因为风台受损害真严重，为着顾着学生囡仔安全，今仔日学校是照常上班，也毋过囡仔毋免上课。